在电影《与神同行》饰演月值使者的金湘起，最近跟男神郑宇盛合作新戏《证人》。其实两人在17年前就一起拍过广告，当时金湘起才2岁多，现在满18岁的他，演技还获得青龙奖的肯定，就连一起合作的前辈们何正宇、朱智勋等人都会直接叫他湘起老师。金湘起穿起高中制服，饰演一位自闭症少女，意外撞见一桩谋杀案，成了唯一目击证人。郑宇盛饰演的律师要想办法让她出庭作证，用温暖的方式一步一步走进金湘起的世界。其实这是韩国男神郑宇盛与金湘起睽违17年的2度合作。郑宇盛，湘起3岁的时候就跟我拍过广告，这感觉很奇妙。圆嘟嘟脸庞，接下郑宇盛拿给他的面包，有点羞涩又带点可爱神情。他是才2岁多的金湘起，当时作为童星出道，还上刘在熙的综艺节目。金湘起，我的名字叫金湘起，我4岁娃娃音自我介绍。金湘起在节目中表情丰富，毫不怯场。现在18岁的她，累积不少戏剧经验，还获得前辈们赞赏。何正宇 vs 主持人，听说这里有位老师。对，是谁啊？金湘起老师，为什么他是老师啊？他本来就是业界老手。车太铉 vs 主持人，我从没看他 NG 过被何正宇尊称为老师。金湘起一边笑一边捂着脸，感到不好意思。电影《证人》在南韩上映，逼哭超过160万名韩国观众。金湘起更在这部片中迎来他影坛生涯中累计观众突破5000万人的里程碑，成为韩国影史上最年轻达到此纪录的。上映7天逆袭，机不可失，夺下单日票房冠军以及新片冠军，要靠演技打动台湾观众。